最近有社交媒体消息称，哈密教育学院教务处处长麦美琪艾丽教师已被中国当局拘留。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追踪电话访问，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。据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部报道，麦美琪艾丽于2019年3月22日被拘留，原因尚未不明。哈密市教育局当局和哈密教育学院职工表示，麦美琪艾丽涉嫌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罪指控，有关她的信息属于国家机密，当局拒绝提供更多的信息。自从有大量报道说中共政权继续在东突厥散强迫劳动以来，西方一直强烈批评这种侵犯人权行为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声明，督促中国当局停止强迫维吾尔人参加强迫劳动的做法。世委会还强调，当武汉肺炎在中国肆虐时，在中国工厂中利用维吾尔青年作为奴隶是危害人类罪。世委会主席多利昆艾莎评论说，美国正在准备一项法案，以防止维吾尔人被强迫工作。他抗议中国将东突厥散人作为奴隶卖给了中国各地的工厂，并呼吁当局立即制止这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。他在声明中呼吁一些政府停止参与中国的强迫劳动运动。中国武汉当局提醒市民，目前疫情风险仍然很高，需要保持警惕。这是湖北省解除防控限制，宣布武汉将在1周后解封的决定以来，首次向公众发出疫情警告。武汉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之地，从1月23日以来，全市居民一直被禁足在家。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24日发布通告，从4月8日0时起，武汉解除隔离措施，有序恢复对外交通，离武汉人员可凭湖北健康码安全有序流动。美国情报机构提交白宫的一份报告声称，北京有关中国疫情和死亡情况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形。彭博社援引3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报道称，中国刻意压低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数据，而其中2名官员甚至表示，这些数据完全是虚假的。不过，至今为止，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。中国官方称，中国确诊病例超过82000人，死亡人数则为3300多人。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，这一数据已低于美国、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及感染人数。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表示，俄罗斯主张全球能源市场长期稳定。普京当天主持召开全球能源市场形势会议，并表示，俄罗斯从不希望能源价格过高或过低，主张能源市场能够长期稳定，既符合生产者利益，也符合消费者利益。普京认为，当前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的原因是武汉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交通、工业等领域用油需求降低。普京表示，当前石油市场形势严峻，不仅影响全球石油体系的稳定性，还会破坏投资，甚至造成全球性的技术危机和生态危机。